现代台语版圣经希伯来书第1章。上帝伫古早有通过伊的众先知真侪遍，用真侪方式对咱的祖先讲话。毋过伫将末的日子，通过伊的囝对咱讲话。上帝有指定伊做万有的继承人，阁有通过伊创造宇宙。伊反射上帝的荣耀，是上帝本质的真相。伊用伊全能的话扶持万有，使如人会做了后，坐伫至尊上帝至悬的正边。上帝有赐囝比众天使较尊贵的名，互伊成做比天使较伟大。上帝毋捌对任何一个天使讲：“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”伊嘛毋捌对任何一个天使讲：“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”搁上帝差遣伊的大囝入世间的时，伊讲：“上帝所有的天使拢着拜伊。”关系天使，伊讲：“上帝用风做伊的天使，用火焰做伊的妻用。”毋过关系囝，伊讲：“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永永远远存在，你的国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。你以爱公义，万分不法。所以上帝，你的上帝拣选你，用欢喜的油抹你，超过抹你的同伴。”伊阁讲：“主啊，你伫起头甲地下地基，天嘛是你亲手创造，天地拢会消失，毋过你永远存在。天地拢会亲像衣服渐渐旧，你会亲像卷外衫甲因卷起来，因为亲像衣服改变，毋过你永远袂改变。你的岁数无穷尽。”上帝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：“你坐我的正边，等候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骹下。”天使拢是咧服侍的神，受差派去服务，特别领受拯救的人。